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阁有几分钟久，咱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。伫礼拜开始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。当你阁组织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会当透过礼拜来甲你相亲近，得到你的祝福，明白你的心意。恳求主甲阮三脚伫地。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，互阮的心会当平静，互阮的心会当专注，互阮伫敬拜你的过程中间无受到任何阻碍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有智慧，明白你的话语，互阮知影你的旨意了后，也有信心甲听心，将你的话实践出来。来荣光你的性命，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即时，请咱闭办心来礼拜。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请咱三角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173首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圣诗第173首。上帝即时临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我要唱歌，学乐你的圣名。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。我的喙唇要学乐主，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。愿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，称赞上主最大。做伙尊崇伊的名，全能永我的上帝，万项的好事好物，源头的主，阮为着你的疼，想使阮逐项的恩惠，为着你日日保护阮，互阮平安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台湾这个国家有带总统的团队，有苏院长的团队，有陈部长的团队。阁有第一线的医疗的团队，有各首都的首长、政府的官员，因认真负责任来服务百姓，互阮拢安全。愿来感谢你。虽然伫疫情的时期，
种百姓嘛有拄着困难，毋过阮真感谢你，阮种百姓真同心，嘛真顺服，照政府的规定嘛真守法，所以阮献上感谢。感谢主，阮种教会的牧者、会友，拢同心为着世界咧祈祷。上帝啊，你互阮的台湾有诶病毒会当消除，阮相信你会听伫阮中间，所以阮献上感谢。感谢主，听到阮的恳求，互阮看见阮相连教会的兄姐，伫疫情的时期，犹原用真侪的疼心伫疼别人。我若看见足侪所在有需要阮帮助的所在，阮相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真热心去参与，用金钱、用气力、用感谢的心，伫关心有需要的人。愿祝福，愿主祝福，互这兄姐，互因虽然伫困难的时期，犹原有信心，继续往头前来跑走。至圣搁怜悯的主啊，我嘛要来到伫你的面前认罪。我领受你遐尼多的疼，你的慈爱恩典是遮尼大，但是阮常常误用你予阮的恩，无谦卑，佮常常得罪你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求你来洗清阮秘密的过失，恳求你赦免阮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。求你永远保守阮，互阮通过圣洁的生活。互阮常常会当听主、听人，佮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主的圣工，用光主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我若要为着有拄着困难的兄弟来祈祷，恳求你的圣神帮助因伫困难的时阵有你的同在，帮助因安然经过这个困难。伫软弱中的你赏赐因气力，互因更较坚强来跑走头前的路站。有病痛的兄弟会通得到主你的医治。互因会通恢复健康，有灰心失志的兄弟，求你扶持因，通安然经过这个困难的时期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互阮真正因为有主做阮的倚靠，互阮透过祈祷，搁再祈祷，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带领阮台湾，也是阮的会友，阮的整世界，拢会通得到平平安安。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咱三甲来交托启示文第14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26页。启示文1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的心要投靠伫你，我要投靠伫你是果的知音下，听候才会知会经过，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，就是甲我正治逐项事的上帝。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，也要发出伊的慈爱，甲伊的诚实。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，我倒地亲像火倒的世间人的中间。伊的喙齿是枪是箭，伊的指是来刀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，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。伊甲我的骹步设罗网，压制我的心神。伊伫我的面前开含坑，家己反倒活落迄内面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学乐。
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琴啊，瑟啊，恁着精神起来。我本身爱真早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。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。你的诚实到强冲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，盘过这的天。愿你的阳光盘过全地。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6首。圣诗第16首，上帝是阮得闪所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要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乐上帝。要吟的诗是无比的疼，无比的疼。这是无比的
圣经，咱搁再三甲来攻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21章15节到19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攻读圣经约翰福音书21章15节到19节。因食过了后，耶稣问西门彼得。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赢过食的吗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是。你知影我听你。耶稣讲：你养饲我的羊仔囝。16节，耶稣第二摆问约翰的囝西门：你听我吗？伊应讲：主啊，是。你知影我听你。耶稣对伊讲：你照顾我的羊。17节。耶稣第三摆过问约翰的囝西门：你听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连续3摆问伊：你听我吗？就伤心起来，对耶稣讲：主啊，逐项你拢知，你知影我听你。耶稣讲：你养饲我的羊。18节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家己下上摇大。照家己的意思往来，但年老的时阵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将你绑着，带你到无愿意去的所在。19节，耶稣讲这个话是指明彼得要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。刷着接续，耶稣搁对伊讲：你来对我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今早起，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圣经日本68，西门彼得第5讲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继续来看西门彼得。咱顶礼拜有讲到彼得伊人生上界大的失败，就是伊3遍无认主。但是咱同时也看到，彼得虽然是失败。但是，伊毋是永远的失败。后来，上帝也使用伊成做真重要的器具，互伊成做传福音真重要的使徒。今仔日，咱要继续来看，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，互彼得会当对失败中间定心徛立起来，定心得胜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。愿感谢你的恩典，愿相信你赐落的话语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。现主时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心亲像一块好的田园，相款要栽种你的话。主啊，阮愿意用顺服的心，接受你种伫阮心内的道，就是迄个会当拯救阮的道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而且照你的话来行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先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背景。咱顶回有提起到，伫耶稣受了后，所有的门徒拢因为惊吓来四散。
彼得比其他的门徒算起来搁好淡薄。伊跟对耶稣一直到大祭司会停，但是迄个时阵也因为一时的软弱，三遍无认主，所以伫假期了后，伊就走去店外面放声大哭。伊内心深深自责，为着家己的软弱来后悔。其实门徒因原本对认为讲因对着一个好的老师，因掠做耶稣是政治上的弥赛亚，将来是要做以色列的王。因想讲听候耶稣登基做王了后，做因的门徒一定会有一官半职通好做。但是因无想到，弥赛亚竟然是一个被钉伫十字架顶的基督。如今因军队的老师拢已经死啊，因真正毋知要安怎，人生失去了方向。后来，搁我的耶稣对因显现，因明白耶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但是虽然是安尼，迄个时阵圣神也未降临伫因身上，因内心也是充满了惊吓，毋知要往倒位去。所以因大部分的人拢回去故乡，从事过去的工作。彼得甲伊兄弟原本就伫加利利海，用掠鱼做因的职业。自然而然，因就转去到因家己的故乡，做去掠鱼的工作。有一寡门徒可能无所在通去，只好对彼得做伙掠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进前就记载，有7个使徒拢到加利利海去掠鱼。若无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若无发生21章记载这个事件，我想彼得甲伊兄弟大概一世人拢会伫加利利海掠鱼。若是安尼，福音嘛无可能传出去，人类的历史就会被改变。所以，行新约技术的上帝，搁一遍介入因的生命，搁一遍互因的生命有另外一层的意义。约翰福音书的作者补充这段记载，目的就是互咱明白，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鼓励这群失志的门徒，互因会当回转，等因到福音事工顶面。如果咱若详细看这段经文，咱会当明白，这段记载实际上是一段疼的对话。耶稣爱因承担疼的工作。但做伙来思考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信息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记载耶稣过活了第3遍第5门徒显现的记录，其中咱来对耶稣甲彼得的这段对话来思考一寡重要的信息。这段对话是发生伫提比利亚海，也就是加利利海的海边。咱看见到圣经记载，彼得甲其他6个门徒，因开真侪精神，无用规暝，也是无掠到任何一条鱼。耶稣伫这个时刻对因显现，伊坐伫湖边。耶稣问因讲：“恁敢有掠到鱼？”因回答讲：“连一尾也无。”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安尼趴网伫船的正边。”因就照样安尼去做，结果掠到153尾鱼。后来，耶稣就邀请因做伙来食早顿。接续就是耶稣甲彼得的一段对话。在这段圣经在中间，主耶稣首先问彼得讲：“你听我较赢过这个吗？”耶稣实在是一个真厉害的老师，伊透过安尼一种方式来提醒彼得。伊无一开始就责备彼得。伊互彼得去反省。如果耶稣用指责的口气对伊讲：“彼得啊，你即摆伫遮咧做啥物货？你应该爱继续传天国的福音吗？你怎样来遮掠鱼？”耶稣若用即种指责的口气对伊讲，我相信彼得会更较惊吓，更较软弱，安尼效果一定无好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如果咱若一天看到咱家己的囝，伫上课的时间去网咖咧拍电动，你过去来拍来骂，
效果一定无好嘛，会发生冲突。如果你若行去到伊的边仔，流目屎对伊讲，我的囝，你疼我较赢食的吗？可能效果会较好淡薄。耶稣讲，你疼我较赢食的，其实咱对圣经中间看袂出，伊讲的食的是指啥物？所以圣经学者有两种推测，有一寡圣经学者认为耶稣所讲疼我较赢食的，可能是指彼得遐一条船遐渔网啊掠鱼的工具，实在是所掠来153尾鱼，也就是指俗世的物件。耶稣问彼得一句话，意思是讲：彼得啊，你疼我到比疼这世间搁较济？彼得啊，你疼我到比疼你所掠到这153尾鱼搁较济呢？耶稣咧讲这句话时，一定是深深插入彼得的心，因为过去耶稣基督的教训一定一遍搁一遍浮出伊的脑海内底。耶稣捌对伊讲过：恁的财宝伫叨落，恁的心就伫叨落。耶稣捌讲过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，因为伊会怨恨这个，疼迄个，也是对当这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当服侍上帝，煞服侍钱财。耶稣也捌讲过，人若是趁得全世界，却失去活命，有啥物路用？耶稣讲：你疼我较赢食的吗？其实是予彼得一遍选择的机会。伊到底要选择这世界俗世的物件，也是要选择耶稣？伊要选择一个安稳却是沉沦的生活，也是困难重重，但是却是有意义的生命。另外，有其他的圣经学者讲，耶稣问这句话，其实是指其他的门徒所讲的，意思是讲，彼得啊，你疼我到赢过其他的门徒。如果咱若对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款的质问就更加有更较深的意义。咱顶回讲过，耶稣被卖迄日暗时，伊捌预言，伫今暝，恁拢爱因为我的缘故来离弃我。迄个时阵，彼得真有自信讲，检查其他人拢气杀你，我绝对无气杀你。意思是讲，别人可能会因为惊吓来夺命，我彼得绝对袂。但是咱知影，彼得一向是一个真冲动的人。当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实在无想到家己的软弱，就伫迄暝，伊3遍无认主。随上，毋管耶稣是咧问食的是指啥物，其实拢咧问一个问题：讲彼得啊，你够疼我，赢过疼家己？咱人如果若无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无经过更新，拢会疼家己，赢过疼主。所以咱咧做任何决定的时阵，拢会用自我做中心，无去考虑到主的想法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疼主赢过疼家己，伊就是活踮伫基督内面的人，会用主的想法来行事为人。过来，如果咱对原文来看这段对话，嘛真有意思。第一遍，耶稣问彼得讲：敢会当用无条件的疼、阿加贝的疼来疼伊？彼得讲：伊只会当用菲利亚，就是朋友的疼来疼耶稣。第二遍，耶稣相款用阿加贝的疼来问彼得，彼得回答相款讲：我只会当用菲利亚朋友的疼来疼你。第三遍，耶稣降低这个标准，伊改问彼得讲：安尼你敢会当用朋友的疼来疼我？彼得听到耶稣已经降低这个标准，心中就要求讲：主啊，你知影我疼你。其实意思是讲，主啊，你也知影我软弱甲只会当用朋友的疼来疼你，无法度用迄种无条件的疼来疼你。彼得的回答显示伊真知影家己的不足甲软弱，咱疼主绝对无可能赢过主疼咱。耶稣伫遮一连问3遍，
彼得，你有听我无？伫丰盛的下面中间，伊互彼得一个精心改变的机会。伊通用3遍听的宣告来撤销进前3遍无认主的过错。耶稣用安尼来医治彼得的心灵，互伊对这个失败的中间会通搁再徛立起来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牧师伫遮要提醒大家，咱毋通掠做这只是伫圣经中间的历史记录尔，毋通袂记住。拄啊，亲像伫加利利的海边，耶稣问彼得同款。今仔日主耶稣也要问咱，咱到听伊赢过这世界，咱到听伊赢过别人，咱到听伊赢过咱家己。当耶稣咧问咱的时阵，你的回答是啥物回？这是值得咱去思考反省。过来，咱来看，通过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咱要注意，听为彼得带来什么？伫耶稣3遍问彼得讲：“你有听我无？”彼得拢是真肯定回答讲：“主啊，你知我听你。”然后耶稣就互彼得一个任务讲：“是我的羊仔囝。”咱能看出听的个别为彼得带来牧养的责任。主耶稣捌讲过，伊讲：“我是好牧者，亲像爸认捌我，我认捌爸。相反，我嘛认捌我的羊，因也认捌我。我愿意为因放下性命。我要阁有其他羊无伫羊巢内，我也必须要将因领来，因会听我的声音。因两者要合做一群，当属一个牧者。”根据这段经文，咱明白耶稣将家己比如做好的牧者。好的牧者必须要认捌上帝的心意，也要清楚认捌伊的羊群。做一个好牧者，必须要有为着羊群牺牲的决心，而且也阁有真侪羊伫这羊巢外。将来，这牧者会将这人合做一群，当属伫大牧者耶稣。伫这个时刻，因为彼得听的个别，耶稣将这个牧养的工作、饲养的工作交予彼得。相反，当咱个别咱听耶稣、咱听主的时阵，咱也背负着一个责任。什么款的责任？就是养饲耶稣的羊，照顾耶稣的羊群。也就是讲，咱借着听主耶稣基督的羊群，来表明咱听耶稣。每一个听主、听耶稣的人，拢需要参与伫牧养的工作。检测有人讲啊，牧养就是应该是牧师的责任，其实毋是安尼。牧养是每一个个别家己听耶稣的人的责任。安尼什么是牧养？牧养就是养饲、保护、医治、教示、照顾、带领羊群。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带因到大牧者遐接受上帝的牧养。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参与伫上帝的牧养工作中间，特别伫这段疫情中间，咱看见到有真侪人需要关心，有真侪人需要协助，有真侪人伫心灵上感觉忧闷艰苦，有真侪人对未来感觉无助。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亲像牧者对待羊群同款，有受伤的，咱就医治伊；有惊吓的，咱就引带保护因。啊，如果若有艰苦的，咱就安慰因，帮助因。所以，咱应该爱负起这款的责任。接续，咱也继续来看，当彼得个别伊对耶稣的听了。听的力量为伊带来什么款的结果？当伊对主个别伊的听，承接主予伊的使命，牧养主的羊群了，为伊带来两种非常重要的改变。咱来看接续的经文。接续，耶稣对彼得讲：“你少年的时阵，用大家己腹，照所爱来行游，独独到老，你爱伸手，别人就绑你。”拖你到无爱去的所在。
彼得伫少年的时阵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，伊想要靠家己的意志来选择家己的行动。安尼看起来，那亲像是一个真自由的人，但是这毋是真的自由，因为这是受到家己的欲念所主导的假自由。反倒等会受家己的软弱的所束缚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所以耶稣讲：你少年的时阵，家己束腰，随意往来；到年老的时阵，你爱伸出你的手，别人就要绑你，带你到无爱去的所在。看起来好亲像无自由，但是却是心灵得到改变，顺服主旨的真自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亲像彼得同款，有时阵会互咱的私欲所束缚，但应该爱恳求主，使落更较济的疼心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另外，这段经文咱也看出，听为彼得带来牺牲，这种牺牲就是十字架顶的牺牲。圣经安尼讲。耶稣讲这个话是指明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来荣耀上帝。接着耶稣佫对伊讲：“你跟对我吧。”大家爱注意，耶稣讲：“你跟对我吧。”意思是讲，爱彼得排起伊的十字架，对伊去。耶稣捌讲过，如果若有人要跟对我，都爱看无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因为迄个想要救家己性命，反倒当爱丧失性命；迄个为我甲福音丧失性命，反倒当爱得到活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听为彼得带来十字架的受苦甲牺牲，虽然是牺牲，但是却因为伊的牺牲，互伊的性命更加有意义，互福音会当广传出去，也互更较侪人会当因为伊的牺牲。来相信耶稣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知耶稣听你为你牺牲，也个别你听耶稣，若是安尼，上帝予咱一个责任，就是仰视上帝羊群，然后将福音传给别人。检查安尼做，咱必须要甲家己生命中间的软弱来征战，可能爱牺牲一寡时间、金钱甲体力。但总是，这是咱领受祝福的方法。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彼得的性命提醒阮，阮每一个人拢有失败的时刻，但总是主的疼超越过这的。恳求主，你恩带保守看顾阮，互阮每一个人。透过听的个别，会当领受你予阮的使命，就是去牧养你的羊群，也予阮信心甲疼心，予阮实践你的话语的过程中间充满快乐，予阮透过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疼，圣诗317首。你若欠缺真失望，圣诗第317首。你若欠缺真失望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，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真正要感谢，搁再感谢你。过去伫疫情中间，你犹原保守阮平平安安来经过，你也互阮稳定到夜用。所以这时阮会通透过用金钱来献上伫你面前，代表阮的心献互你，愿你欢喜感染阮所献的。想使阮拢有你的平安，继续来跑走头前路站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坐，这个时阵我来报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。台湾目前的疫情也得到真控制。若是讲近来无有真大的变化，咱就要伫9月26日开始实体以及线顶的直播的礼拜，咱会遵照政府的集会规范来规划礼拜。嘛，请大家配合所有必要的规定。为着礼拜兄弟会用分开咱预定礼拜时间甲地点，我来报告。第一场台语的礼拜时间伫上午7点半，7点开始入场，地点是伫10楼礼拜堂。第二场的礼拜华语礼拜青年时间伫上午9点8点半开始入场，地点是伫109号的所在。第三场台语礼拜时间是上午10点半，10点开始入场，地点是10楼的礼拜堂，并且有以下几件事需要大家做伙来配合。若是你要参加礼拜兄弟，大家着按照各场的进场的时间来到教会，毋好伤早来。第二点，你若到伫教会了后，咱楼骹有接待人员会照伊的指示，带你安排来起来楼顶。咱的每一台电梯，敢若会当坐4个人。
礼拜结束了后，咱嘛爱照师会的引带散会。若是你的身躯无爽快，请你伫厝里看咱的线上的直播，愿上帝保守恁拢平安。咱的儿少牧区儿童主义学又愿伫线上的教学10点开始转播，请父母陪同囡仔来学习。青少年组伫教牧区的公告来聚会。第3点，成人牧区的小组也是社青牧区的小组甲团契，若要实体聚会，就需要由小组长也是会长伫3天前事先预约场地，由教会来安排，并提出参加的名单，伫遐维持社交的距离，翕相留做资料，嘛袂使食物件安尼。诗班照服侍的情况来做伙安排。若以下你若无介了解，你嘛会当参考咱教会线顶礼拜的侪的公告咱的电子的公告内底。报告以上，即时请蔡牧师来补充报告甲牧养的代祷。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恳求。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，互阮得到平安。阮也要奉你的名来祝福相连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亲自呼召阮加做教会，要互阮通过教会生活来丰富阮的生命。虽然这个时刻疫情也未完全消失，但是阮恳求主，你保守看顾阮的心，互阮永远会记得主耶稣基督爱阮彼此相听的命令，互阮会当伫这个非常的时刻，永远学习，互相关心，彼此代祷，成全美好的团契生活。也恳求主，互教会中间所有的肢体，是身体甲心灵各方面拢得到保守。特别是教会年长的信徒，就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求主看顾，祝福每一人会当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拄啊亲像阮的灵性健全同款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上言，咱三甲来吟上言511首，上言511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。吟诗后，请蔡牧师来祝祷。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甲圣神的恩典，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差遣。